今日一步步教大家申請。首先上去港車北上網站，用谷歌搜尋就可以揾到，輸入你車牌同身份證抽籤，你會收到電郵通知，恭喜你成功中籤。然後根據佢提供嘅日期做申請。入咗網站之後，根據指示填上你嘅個人資料，然後就係上載文件，用白紙墊底，用手機影就可以。資料包括車主身份證正反面、回鄉卡正反面、汽車牌簿正面、汽車出廠滿6年需要驗車紙，需要驗車可以到運輸署名單內嘅驗車公司。如果車主都係司機，就需要車主香港駕駛執照、國內駕駛執照正頁同副頁，車主國內手機號碼收短信用，副司機身份證正反面、回鄉卡正反面、香港駕駛執照、國內駕駛執照正頁同副頁，國內手機號碼收短信用，指定司機聲明書可於網頁下載，唔係車主就要填。車主可以唔係司機，最多可以填2位司機，記住司機係唔可以後加，所以要提前準備好資料。上載嘅時候可能會提示證件唔正確，只要對啱就返回同下一步，有時要重複幾次，填完上載，然後就等運輸署作初步審批。收到運輸署同國內交警審批通知之後，就可以預約驗車。有香港中檢或香港中旅可以選擇，香港中檢可以買埋保險，即時幫你上載。平日去冇咩人，好快搞掂。根據指示預約成功，將二維碼截圖保存。如果選擇香港中檢，驗車當日都會收到溫馨提示，根據預約時間到達，用2維碼去取號機取號後，到窗口交查驗費同裝卡費，共800蚊可以現金或電子支付。之後攞住張收據去交表處，記得要帶埋牌簿同車主身份證回鄉卡。交表之後就可以返上車內等通知，聽到叫你車牌就揸車去前面驗車，驗完車裝完卡，就可以入返去買保險啦。有多間保險公司可以選擇，可以以現金、支票或轉賬。交完保險，服務員會幫你上載埋。如果自己出去買都可以，但要記得上載，交俾內地部門審批。搞完保險，會有服務員教你安裝港車北上應用程式。呢個應用程式主要係睇返車主保險情況，司機可以安裝交管12123，申請埋電子駕證，可以隨時睇到有冇違規情況。搞掂晒就可以返屋企等消息啦。大約3至5個工作天，會陸續收到電郵同短信，經過多個部門審批，所有資料冇問題就可以通過啦。收到業務申請通過信息或電郵，就可以上港車北上信息管理服務系統網頁版，點擊右上角登入。車主或司機用微信掃碼登錄，輸入個人資料，以國內電話號碼收取驗證碼。登入後喺左邊按我要查詢，轉頁後喺右邊按下載臨時牌照，再點擊臨時入境機動車行駛證，下載列印就可以啦。想保存好可以過膠都冇問題。就可以預約你嘅港車北上旅程啦。總結一下，去香港中檢或香港中旅，記得要帶車主身份證、回鄉卡、汽車牌簿、驗車紙、國內手機號碼收取短信。祝你旅途愉快，記得讚好同分享。多謝你嘅參與。我哋專頁仲有關於大灣區置業嘅介紹，想深入了解大灣區資訊，唔好錯過啦。